市议员蔡立青就职议员了后，便积极打造安南上市公益平台，关怀弱势。今年特别结合各单位，伫农历年前举办一系列寒冬送暖活动。这站来到安南区新河村保河宫，除了物资发送以外，也邀请书法老师现场写春联来烧送，让民众感受到年节气氛。今年呢，从市议会第一场公益活动写春联开始，连续举办5场的公益活动，然后在新春年前，希望深入社区，让我们的社区民众呢有这个按摩的服务、义剪的服务，然后还有各个书法老师、国画老师帮他们书写春联。那这一次呢，就是除了物资的发放，希望让他们感觉到的就是这个年节温暖的气息。这次伫现场，毛发送总统府1块福袋，排队人潮是相当踊跃，希望做伙分享过节喜气。安南上市公益平台后一次将会甲台南市慈善会合作举办公益活动，现场嘛会再次发送总统的福袋，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，用行动来支持社会公益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